桥头摆真正的细致，过来看地方的消息。又有所在失电啊，基隆市的安乐中山区一带，到早5点外，差不多有7800户失电15秒。现场有一只碰器倒伫草坡顶，初步判断可能是这只碰器所造成的。另外，高雄昨昏才因为鸟造成大社燕巢区差不多有2000户停电。经济部长王美花却讲，台电有真个所在停电的事故，拢是因为动物引起的，这是增加所在拄着问题。结果国民党党团真生气。伊讲，这个唔通好，这个动物来取笑。今日民众认为讲，这款的理由是咧推卸责任。台电呢，唔通干来要画口号，无实际改善行动。基隆安乐中山区透早5点外，2条长路去跳电，差不多7800户失电。台电伫咧要可能是这只草灰带碰器害的，若赶快是因为细只动物引起失电事故，够高雄。早龙无法度出货，家电冰箱无法度用，大社燕巢昨2000户失电，讲是因为鸟的问题。经济部长王美花嘛讲，真侪失电的事故拢是因为动物害的。那这个不仅鸟，有时候在很乡下的地方还会有猴子，还会有蛇。松鼠等等，这个都会碰到的问题。这段话，和国民党团去到爱王美花会室内，要求市长紧想办法。昨天小鸟背锅，早上是松鼠背锅。那下一次呢？就算你认为我们是乡下的地方，我们也值得稳定的供电。那不是下台就可以解决事情，而是应该把所有台电未来能够减少跳电的次数，还要继续减少。高雄2礼拜来发生5摆大规模失电，民众叫咩无耐心吗？本来就推卸责任了，动物还不至于会跳电嘛？你说要改善，那你要有方式来改善啊，都没有啊。台电应该要痛定思痛，来检讨整个电网的这一个韧性。既然是细只动物引起失电的事故，已经不是头一摆，就应该加强预防保护措施。人民要爱是正常送电，让有电，同样会当顺利做事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